随喜欢你，请告诉我你的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你来这里？为什么你最喜欢你？请告诉我你的目的。我是马达加斯加大学生，我是公子学院大学生，我来这里学习汉语，我很喜欢学习汉语。我是马达加斯加大学生，我是公子学院大学生，我来这里学习汉语，我很喜欢学习汉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你来这里？为什么你学习汉语？请告诉我你的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你来这里？为什么你学习汉语？请告诉我你的目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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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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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马达加斯加大学生，我是公子学院大学生，我来这里学习汉语，我很喜欢学习汉语。我是马达加斯加大学生，我是公子学院大学生，我来这里学习汉语，我很喜欢学习汉语。为什么你来这里？为什么你学习汉语？请告诉我你的目的。多谢老师，你们给我们好知识。虽然汉语很难，但是我不想放弃。现在我在江西，我来这里学习台语。如果我会打台语，我想当老师。这是我的目的，这是我的目的，Yeah。我是马达加斯加大学生，我是公子学院大学生，我来这里学习汉语，我很喜欢学习汉语。我是马达加斯加大学生，我是公子学院大学生，我来这里学习汉语，我很喜欢学习汉语。Yeah, don't be scary. I come from Madagascar.